地新公司台湾区的代表甲建平力量保健坊还咧将豆油、沙拉油、卫生纸等物资包装，将一送予建平甲伊病里70户的低收入家庭。地新公司表示，因109年8月伫桃园成立以后，一直伫北部做主线。下半年，因将来安平扎紧开设以下美容诊所，所以嘛决定公益捐助对建平里出发。希望要回馈有需要的角色，能够这次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多一些付出那然后是小小的心意可是如果说这边我们全世界这边如果说有需要，我们一起来共同来一起来扶助，还是说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事这个慈善活动的话。我们绝对会全心全意的配合。建平力量表示，看到弱势需求，都来代表接下支批物资，嘛希望延续这份爱心的热度，召集更较侪善心企业共同来成立事务银行，无限低收入，长期性来帮助更较侪有需要的民众。那这次立新公司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捐助之后，我想把那个热度一直在。把它持续随时都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所以呢，立新公司说我们在未来跟我们来成立一个食物银行让有需要的他们随时可以拿到一些食物、一些物资不要说他们因为这批送完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那我们是说希望把这个热度一直在保持那个温度，一直保持着。根据了解，其实这批物资过年之前就打算要捐，不过因为历来年前已经分配捐出3摆，所以才留到春节过后，和资源平均分配。今日新闻，阮子和乔邦采访报道。